先查可剝底膠，查完後照燈，用固態貼片膠黐，不出黃豆記大細，搓完後按壓係夾片內，薄薄記一層就得啦，輕輕壓下，然後向後推，調整好位置。多餘記膠抹走，照燈，重複之前步驟。如膠太多，可以用鉗夾走，貼喺指甲上，可用手或用小棉棒點一啲清潔液將膠抹走。同樣方法一直貼。我用嘅已經係 L 碼記夾片，但都唔夠大，所以 A、B 點係冇辦法包得住。仲爭兩隻夾片，一隻手就貼完啦。貼最後一隻夾片啦。檢查好冇問題後，照大燈180秒，再貼另一隻手，都係一樣記操作。記得畀 like、收藏同訂閱啊！